速过油。大黄瓜、辣椒和香蒜粉加入大火快炒后，再包进黑糖馒头，外软内脆的窝窝头改良出客家风味。它是大黄瓜那时候蔬果摘下来的，丢掉可惜，客家人就利用它的智慧，想要下去腌制。绿一道麻油爆炒老姜，加入调味料鸡柳和紫苏叶拌炒，香气浓郁，让人食指大动。它重点是在紫苏叶的，紫苏叶它的香气非常重。在客家菜它常常，比如说紫苏梅啦、紫苏鸭脯啦，那我这边就把它改良成做紫苏鸡。好，所以这一道是你们招牌菜的第一名。是，它里面有老姜，还有紫苏叶，还有结合的麻油，所以它香气非常重，非常香的。所以这个紫苏鸡柳我光闻，那个香味就扑鼻而来哎。对，明星肉味道如何？总当掉，就是好极了，对不对？还有山药、水莲、飞鱼卵淋上特调的橘酱沙拉，清爽开胃。我们即将下去调成沙拉的寿司那这个夏天来吃的话，很清爽。只要你把它花点心思的话，它会变成一种非常比较新潮的一种菜色。参加全国客家料理厨王争霸赛获得佳绩的林燕莹，食材搭配有创意。平时说是觉得我们的菜色比较跳脱传统，可是里面还是有客家的东西在。吃遍客家庄，林燕莹不断在相同菜系中求变化。传统的客家菜在手中稍作装点，也能吃出新潮时尚。再一次接触客家创意料理，我们发现客家食材是更广泛的运用在各系的菜色里，而客家的味道也因此融入更多元的风味。米线用懂针掉，米线用懂针掉。